11000平方可以買到我哋航空新城呢個咁靚一個小區喎，而且係次新小區啊！呢度到港珠澳大橋只需要20分鐘，到華發商都咧又係只要10分鐘就可以到啦。走，我哋上去睇下點嘅。咁而家嚟到咧，我哋屋苑裏邊啦，我哋喺陽台裏睇下啦。哇！呢個陽台非常之大啦，望我哋小區嗰度環境啦，非常之靚。樓下咧就有濕地河公園喎，仲有海景中心，仲有大海都可以睇到啊！哇！你睇我哋嘅陽台全部做咗風窗啊，130平方個大三房，南北通啊雙陽台，月子一天都未住過啊！哇，非常之靚，睇下我哋廚房啦，就非常之大嘅喎。最緊要咧，我哋呢度啊仲有一個入戶花園啊！呢個入戶花園咧有4到5平方，而且我哋都窗號都同你做好晒，哇！真係非常之舒適噶吓。咁最緊要我哋個配套啦，10分鐘可以到華發商都，樓下咧就有嗰個商業中心，仲有咧西湖市場買菜係非常之方便噶吓。最緊要我哋翻香港都係21個半鐘頭就可以到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咁嘅大三房嘅話，記得 WhatsApp 我啦，我發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。